美國白宮喺上個月公布，總統特朗普因為伊朗戰事而推遲嘅訪華行程將會改喺5月中，中方至今未有證實有關安排。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就話，美方希望喺總統特朗普下個月訪華期間，同中國就大豆以外更廣泛嘅農產品採購達成協議。格里爾又話會爭取中國就所有農產品作出全面承諾，希望特朗普5月訪華時能夠取得呢個成果。又話美方正嘗試同中國建立一種機制，擴大非敏感商品，包括農產品嘅貿易。另外，格里爾接受《金融時報》訪問時話，已告知美國盟友必須為從中國以外地區採購嘅關鍵礦產支付更高價格，佢形容係國家安全日價。另外，美國最高法院早前裁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冇授權總統徵收大規模關稅。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日前啟動關稅退款工作。喺北京，商務部新聞發言人何永前重申，中方一貫反對任何形式嘅單邊加徵關稅措施。美方對等關稅、芬太尼關稅等單邊措施違反國際經貿規則，唔符合各方利益。美方退稅舉措係喺糾正錯誤道路上嘅有益一步。何永前又話：呢啲關稅由美國海關向美國進口商直接收取，並最終由美國消費者承擔。中方建議中國出口企業結合自身實際，積極同有關利益相關方溝通，維護自身合法正當權益。香港電台記者李建欣報道。